身为2003年黄金一代成员，韦德生涯拿过3次总冠军，13度入选明星赛，也不乏总冠军赛 MVP、奥运金牌。他在生涯最后一战，用大三元替自己16年的职业生涯华丽谢幕。迈阿密热火球星韦德 Wayne Wade 今天在例行赛最后一役，缴出25分、11篮板与10助攻的大三元表现，可惜球队以94比113不敌篮网。现年37岁的韦德，在2003年首轮第5顺位被热火相中，就注定他的职业生涯不平凡。当年同梯球员包括湖人一哥詹姆斯 （LeBron James）、全能大前锋波许 （Chris Bosh）、甜瓜安东尼 （Carmelo Anthony） 等人，几乎个个都是球队头牌球星，韦德也不例外。韦德菜鸟球季就能缴出16.2分、4.5助攻、4篮板与1.4抄截的全方位成绩单。此外，他的命中率高达 46.5%， 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新人球员的生涩，也毫无意外入选年度新秀第1队。出生自芝加哥贫民区的韦德，没有沾染上毒品、烟酒等恶习，靠着自己一步步的努力，才站上篮球最高殿堂的美国职篮 NBA。也因为自律甚严，让他成为篮坛少数鲜有负面新闻的球星。韦德攻守全能，除优异的得分能力外，就连主攻也是一把照。他在今年3月5日出战老鹰，单场送出2次主攻，也超越篮球之神乔丹 Michael Jordan 生涯累计的1051次主攻，例行赛加季后赛，成为史上最会盖火锅的得分后卫。韦德拥有令人称羡的职业生涯，篮球场外的他同样是镁光灯焦点。他除了多次被评为最具穿着品味的篮球员，也曾在2017年入选画刊的50大时尚员。此外，他还拥有个人品牌的葡萄酒，让他传奇的职业生涯再添不凡。